恭讀馬竇福音第5章1到12節。耶穌睇見的群眾，就上咗山，佢坐低落嚟。耶穌嘅門徒上前圍住佢，耶穌就開口教導佢哋咁樣講：甘於貧窮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天國係佢哋㗎。哀痛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佢哋要受到安慰。溫良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佢哋要繼承土地。飢渴慕義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佢哋要得到飽足。慈悲待人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佢哋要蒙受慈悲。而心地純潔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佢哋要睇見天主。嗰啲締造和平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佢哋要被稱為天主嘅兒女。為正義而受迫害嘅人係有福㗎，因為天國係佢哋㗎。當有人為咗我嘅緣故而辱罵同迫害你哋，捏造各種壞話去誹謗你哋嘅時候，你哋就係有福㗎。你哋歡喜快樂啦！你哋喺天上邊嘅賞報一定豐厚，因為啲人亦都係咁樣迫害你哋以前嘅先知。福音反省。今日我哋慶祝諸聖節，福音將我哋帶入基督徒生活嘅核心，就係真福八端。耶穌企喺山上邊開口教導他們。喺漫長嘅教導之後，馬竇同路加都講述咗耶穌揀選宗徒嘅事。正因為係咁，一啲聖經學者就將山中聖訓稱之為耶穌對門徒嘅委任鐸職講詞，並且透過門徒向我哋去宣講。我哋喺真福八端所聽到嘅，正正就係門徒生活嘅精髓，係通往聖德嘅道路。今日我哋被邀請將目光投向自身之外，去默想嗰啲眾多身穿白衣，而家企喺天主寶座面前嘅男女。默示錄話俾我哋知，看見極大的一群人，沒有人能數清，是從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民族和說各種語言的人來的。呢啲人就係聖徒。好多人佢哋被封為聖徒，但係更多嘅人默默無聞，隱藏起嚟，被遺忘。佢哋同我哋一樣，都係普通人，經歷過苦難，背負住十字架，喺希望裏邊堅持不懈。今日讀經裏邊嘅3個畫面係值得我哋去反思。第一個畫面係毀滅，天使警告我哋唔可以破壞大地。呢個令人痛心咁樣提醒我哋，人類係幾咁有能力摧毀天主嘅創造物。戰爭、暴力、貪婪同浪費文化，唔單止吞噬咗環境，亦都吞噬人類嘅生命、價值觀同希望。我哋拋棄未出生嘅胎兒，嗰啲老人、嗰啲窮人同失業嘅人，呢個係毀滅嘅瘋狂，係一個人類假裝自己係天主嘅世界。第二個畫面係受害者，被逼逃離家園嘅窮人，因為衝突而離散嘅家庭，飢餓嘅人，受迫害嘅人。
呢啲為日常生存奮鬥嘅聖徒，往往不為世人所察覺。就正如默示錄所講嘅，這些人是經過大磨難出來的，他們曾在羔羊的血裏把衣裳洗得潔白。佢哋提醒我哋，聖潔唔在於完美，而係喺苦難裏邊嘅堅忍、信心同盼望。第三個形象係天主自身。聖若望話俾我哋知，親愛的，我們如今是天主的子女，但將來怎樣還沒有顯明。呢個係我哋嘅盼望。有一日，我哋能面對面見到佢嘅真體。盼望係聖徒嘅心跳，係支撐住佢哋渡過患難嘅力量，而同樣亦都能夠支撐住我哋。耶穌向我哋展示咗道路，係真福八端。甘於貧窮嘅人、溫良嘅人、慈悲待人嘅人、體造和平嘅人，佢哋都係有福嘅。呢個唔係一條通往安逸嘅路，而係一條通往勇氣嘅路。佢或者會帶嚟迫害，但係引領我哋走向天主嘅唯一途徑。今日就讓我哋感謝聖徒，無論係著名嘅，亦或係被遺忘嘅殉道者，又或者係母親、先知，又或者係嗰啲默默忠貞咁樣實踐真福八端嘅純樸靈魂，就讓我哋祈求勇氣，追隨佢哋通往希望嘅道路，以便有一日我哋亦都能夠躋身於企喺羔羊面前嘅嗰大群人裏邊。喺嗰一度，希望將喺永恆嘅喜樂裏邊得以圓滿。望德絕不會使人蒙羞。羅馬書第5章第5節。